一台伺服器唔夠用，今集同阿竹一齊學主從複製。周末高峰時段，竹葉小館嘅線上訂餐系統突然變得非常卡頓。阿竹查看監控面板，發現資料庫伺服器嘅 CPU 使用率已經達到100%，負荷嚴重超標。貓頭鷹博士話，單一伺服器嘅能力有限，你需要建立主從複製架構。主從複製就係將資料庫複製去多台伺服器，主伺服器負責處理所有寫入操作，包括新增、更新與刪除資料，同伺服器即時同步主伺服器嘅資料，專門負責分擔所有讀取操作。由於讀取操作遠多於寫入操作，因此採用主從分工嘅架構最為合理。查看菜單同訂單狀態屬於讀取操作，下單同付款先至屬於寫入操作。如果主伺服器壞咗，服務係咪要停頓呢？可設定自動故障轉移機制，當主伺服器故障嘅時候，系統自動將從伺服器升級為新嘅主伺服器。阿竹建立咗一主兩從嘅架構，系統從此喺高峰時段再亦都唔會卡頓。